想到那个案子最后居然是那样。好想再吃一次他们的豆腐乳酪蛋糕哦。你现在不就这样 Hello， 这次只有饮料、哎，一杯800元的珍珠奶茶呢？店家要是来做歹势，互恁安尼白走一撮。老板是过劳死了，这也太扯了。听讲哦，头家为着要卖搁较多鸡蛋糕啊，无妹无你伫咧吵啦。我早就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他们都不是坏人吗？喜欢甜点的人都不会是坏人。这甜点是老板呢，他不也是坏人？他爱的是钱，才不是甜点嘞。